而家我哋嚟到項目嘅受腦部，我哋嘅項目就叫做隔離海岸。而家就係一個整體嘅位置。首先我哋先睇下個交通好適合，我哋有個三珠大橋同埋在建嘅三珠港城軌大線，到時過去嘅話先10分鐘。而家仲有個同嘉港碼頭已經建好啦，到時你坐船嘅話30分鐘就可以翻到深圳。而且你要知道深圳呢邊嘅位置嘅價格去到10幾萬一平方喎。然之後再睇下周邊一個學校喎，有北京理工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同埋香港 UIC 國際學院，仲有個北京師大附中、中大附屬中小學。所以講小朋友嘅小學到大學，你都可以陪伴喺佢身邊。然之後呢，我哋可以從人工島出發過嚟呢度先40分鐘，到時候你從香港過嚟嘅話，最多係個零鐘啫，非常之方便嘅。然之後睇下我哋個沙盤嗬，我哋而家翻係一共7期嘅，呢度有總共50幾萬一個小區，非常之豪華大氣嘅。然之後我哋呢個公園呢係屬於叫做海濱公園，非常之舒適，非常有。然之後睇到我哋呢個郵輪碼頭係屬於高端小區先有嘅喎。再望過嚟，而家我哋呢個最售嘅係只有6期啦，前面啲1、2、3、4、5期都差唔多賣晒啦。然之後我哋所售嘅係呢棟小戶型，有42平方啦，同埋72平方啦。價格嘅話去到83到180嘅。再望過嚟有個大啲戶型嘅話，可能個價格呢就係200幾萬到300萬左右有啦。樓下呢仲有肯德基同埋麥當勞已經喺度可以做緊生意嘅啦。如果你對呢個項目感興趣嘅話，我可以現場帶你嚟睇睇。入到嚟小區裏面，首先可以睇到個小橋流水嘅設計。哇！我哋嘅成個園區原來葱葱綠綠，非常之富㗎。你可以睇到樓之間距離超過100米啊，所以講唔使擔心通風採光問題。裏面係點呢？上去大家望望。而家我哋嚟到樓上，呢度係做3梯8戶嘅喎。過去我哋嘅示範單位，首先嘅話係嚟到一個57平方嘅小單位，入到第一手間呢就係一個廚房，一路造型嘅，非常之富樂。再過去我哋嘅餐廳可以坐得6個、5個人都可以嘅。我哋個客廳呢都非常之大氣嘅。再過嚟我哋嘅陽台，可以望到個海景，同埋樓下有濕地公園嘅，都可以望到山，非常之舒適同埋享受嘅。再過嚟我哋嘅房間呢係有做到2戶嘅喎，左手邊呢亦可以用嚟充分的利用。呢邊呢係一個衛生間，乾濕分離。再過嚟我哋嘅主人房呢都可以望山望海嘅喎，非常之舒適。再過去我哋睇一個大啲嘅72平方嘅單位。過嚟我哋72平方2房單位，女仔大盤5合1密碼鎖送俾你。再過去望下我哋嘅廚房係 U 型設計嘅喎，抽油煙機、爐灶、洗碗機送俾你嘅。再過嚟我哋嘅餐廳可以坐得6到8個人都冇問題嘅。我哋嘅客廳呢有3米度咁闊喎。再望下我哋陽台，我哋陽台可以望海，你可以睇到個船慢慢開，個人嘅心情都非常之靚嘅。同埋留低嘅濕地公園，每天早上晚黑都可以喺度散步，仲可以望山添。呢個空氣非常之新鮮啊！再望下我哋嘅休息區，首先呢度可以做個 BB 房啦，或者客人房，通風採光都冇問題嘅。再望過嚟，我哋有一個公共嘅衛生間，可以做到公私分離嘅。再望過嚟，我哋嘅主人房依然可以望到山景同埋海景喎。每天早上一人起身，哇，個心情都非常之靚嘅。如果你感興趣嘅話，可以評論留言，我帶你哋現場睇睇。